你好，我係鮑思高神父。1886年，我已經夢見福音，由我身處嘅意大利傳到南美、非洲、中國。如果屋企有人陪我玩，關心下我就好啦。只有天主知道，閱讀好書可以為兒童帶嚟無限益處。教育係要用心去講，用生命去回應。雜誌入面裝住嘅係成個世界啊！哇，有大學教授教 AI， 仲可以去實驗室探險，仲有品格同聖經故事，真係好好睇啊！同我哋一齊給予更多基層兒童愛心贈閱。你嘅每一份支持都係延續緊呢個燃亮咗120年嘅使命嘅動力。